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间徛伫台南北区的这个宫庙钟楼圣安宫。昨下晡是举办着12年一届的大造就，皇家普渡这拜拜的祭品是拜滚啊公笑肠，场面真壮观。不过这个活动为下晡开始，一直到半暝啊1、2点，刚吵着附近的住户咯，住户痛骂讲这个噪音吵死人。环保局讲会落调查，若有违规会来罚款。糖仔饼果、糕啊，各种的竞品放伫桌仔顶，排规排有够澎湃，还佫有手路真油，霸气十条双龙，还有汽车模型，互乡亲感觉讲安尼真神奇，用手机一直翕徛悬来看。竞品排有够长，这款老热的景象伫台南的北区钟楼圣安宫12年一考的造就，昨下晡盛大举行，为开元路到东风路范围内，林心路3段拢封起来。他们都是固定龙年在建教的，那当然也是这次非常盛大，总共大概所有的里面应该有1、2千桌跑不掉。从我小时候到现在，几乎都是年年比一次盛大。13时，总统赖清德佮中央去送一块匾，刷来造就办道。有住户呢半暝被吵甲困袂去，去一个去庙方的面前写讲，真正有够衰。在昨晚7、8点，在开元路附近有接获民众报案澄清2件。那立即派员前往现场进行稽查，造成扰民之刑事，最高可处3万元以下罚款。普渡活动已经圆满的结束，道路正常的通行。针对噪音的问题，主办的庙方无想要加讲，环保局是表示讲，若接到检举，会依法调查了后来开单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